要达到4000小时了，差1小时而已。我做短片呢要1000万观看次数了，3个月内3个月。你看最近365天，最近1年公开观看时数要达到4000小时才成为合作伙伴呢。跟庙会有关，就会观看次数比较多。然后印度人口那么多梵英汉字典跟梵文有关的、英文有关的有声书可以发展。徽宗的是英文的，也没有发音的，还有学中文的影片，先短片增加观看人数。